被逮、被抓，用暴力的逮捕，抓到警察局去拍后面有刻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各位的感受是什么。319清晨，我被警察用暴力逮捕，被起诉。同样的，4年后，2017年3月19号，我们的公民李明哲在台湾上网，结果被中国逮捕判刑5年。同样是319，两个不同样的结果，见证了台湾的民主。我希望各位要记得，台湾的民主是台湾民主前辈奉献他们的生命，付出他们的青春换来的。我们也希望呼吁大家，3月19号持续声援我们的公民李明哲，谢谢。